信息你着甲显开，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听着分享，毋通丢除，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毋通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咱着爱将咱人生的机会爱把握，将咱的听传出去，互上帝国会当个伫即个世界会当个传遍，大家乐。好，来，咱个一摆吼。它很多爸，有一个切分音的地方。阿本将听本来，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听着分享，毋通丢除，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毋通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到位头，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听着分享，毋通丢除，快快乐乐传出去，高山水，听着分享，毋通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好，请咱三甲安静来敬拜主。用你的手机关机，准备心来敬拜。
今仔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子，咱伫即日要欢喜快乐敬拜主。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倒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只是咱用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鞠躬敬拜创造咱的主。请兄弟姊妹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满满的天父上帝，你是独一真、永远活的上帝。阮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主耶稣，你为着阮的罪，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阮的性命是主用得重价，是你用重价赎回性命。感谢主，对阮的疼是何等的悬，何等的深，何等的阔。我们一世人来跟对主，一世人来服侍主。全能的主，你时常施乐你的恩典，赦免一切反悔归向你的人。恳求你伫逐个忧伤痛悔的人的心内，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赦免阮一切罪，也洗清阮心内的不义甲误会，互阮通得圣洁的生活，通得到对你来恩典甲喜乐。阮将今仔日的敬拜自头到尾，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保守洪纪念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帮助阮每一个人哪来哪听主，坚固阮的信仰。只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
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海。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同心来契约，契约文第60篇，契约文第60篇，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我来契，请兄弟来印，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契约。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予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无做见笑的代志，无快生气，无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仰望。这声。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糊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这声，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请咱同齐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2节。我来读。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是讲：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毋过我甲恁讲，毋通抵抗罪恶的人。人若说你正边的喙皮，连倒边嘛越互伊说。人若告你，要摕你的内衫，连外衫嘛互伊。占领军的军人若强迫你行一里路，就甲伊行2里。人若对你求，就互伊；甲你借，毋通拒绝。愿上帝的话语成做咱随时的快乐甲亮光。这是教会主日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要所
因所要吟的诗歌是让我们彼此相爱，爱的真谛。让我们彼此相爱，爱的真谛。愿一切水的歌声，真济芳芳的坐，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觉。今仔日要为咱证道的是洪基良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爱再多一点点，爱再多一点点”。就时间交予洪牧师。喂，好，我的 PPT 伫咧桌面有一个台语版的跟华语版的。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来到南洋教会来做伙甲兄弟姊妹相甲来分享吼。这是我第2摆徛伫这个讲台，但是第1摆的时阵，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我就家己伫咧台仔顶讲，下骹拢无兄弟姊妹，感觉足可惜的吼。所以今仔日我带着真欢喜的心情，嘛是代表文理事工来甲大家来说感谢，
感谢大家会当来为着文理事工来关心、来带导、来奉献。那呢，牧师嘛代表头城教会来甲大家来说多谢，多谢大家真侪年的关心甲带导，然后头城教会会当继续来稳定，为着上帝国的事工继续来努力。所以今仔日文理事工的部分，牧师用简单的影片来互大家来看吼。圣经顶面记载，有一个变碎的有死的好朋友，跟伊来就近耶稣。耶稣看见因的信，就对变碎的讲：“细囝，你会做啥面人？的确，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台湾教会公报社长期以来，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刊物，透过着出版，也透过着侪文化创意的商品，一直咧扮演着正做每一位兄弟姊妹心灵送向要得到平安，或者是信仰起造的好朋友。今年伫全世界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人工智慧的进展，互真侪人感觉真惊吓。若像电脑已经要取代人会通做的代志，电脑拢有法度做到。但是事实上，这个电脑后壁的这个文字并无消失。台湾教会公报产生这优质的内容，探讨教会议题，这拢是电脑无法度取代的。台湾教会公报长期以来希望互读者有更较好的体验，所以对3712期开始，教会公报要全面换做大字版，互大家咧读的时阵，有更较好的体验。甚至教会公报嘛期待会当有新的改版，包括母语，包括一个教会新闻议题，互咱正兄弟姊妹拢会使伫即份报纸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对公报社会读到遐个社论，我特别会读，就会感觉因咧看片有当时我家己无看，我会足感动，因为我遮老啊要搁去倒读。我拢对公报社的教会公报，读到遐个神学家，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解说神学家的资料。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有做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拢无倒退，无灰心。我无论拄着夭折。也是富足，我拢留恋；无论是食饱，也是枵，我拢总留恋。踮伫迄个手术费力的上帝内面，伊逐项都拢会。这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40多本，那他们愿意全然的贡献，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还有这些做写作家，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呢，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其实他们是很快乐。我是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也感谢。咱众兄弟姊妹，恁对阮的关心，对阮的带导，对阮奉献，互阮的确会当哪做哪好。遮要来邀请大家继续成做公报社的好朋友，来补缴阮每一年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愿主赐予咱大家，也愿咱成做彼此的祝福。多谢。这是文理事工的影片。伫个文理事工顶悬有真侪个文理的方式吼。不见了。好，第一个就是更新吼，咱手头有看到的更新吼，有啊吼，
好，今仔日的更新内底有阮头城教会一个香港因为反送中来的兄弟写的一个见证的分享吼，所以会当伫咧礼拜结束了后，大家当来三间来看，因为伊是反送中来的香港的一个家庭，即马伫咧头城教会叫做简明英语吼。好，这是文理事工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更新吼，过来就是教会公布。然后新安宫甲少年新安宫吼，这拢是咱常常会看会到的文理事工的顶悬的代志吼。啊，佫有就是伫咧网络顶悬，就是会当借着网络的文理的事工，互大家佫较来认识上帝。所以欢迎大家会当继续来关心、来带导、来奉献。伫咧牧师继续开始分享进行，咱三甲下头来祈祷。主，你互阮看到有真侪传福音的方式，互阮知影今仔日是文理事工的奉献主日，互阮看见文理事工有真侪方式来传扬你的福音，互信主你的人会当搁较信仰来坚定，互未信主的人会当借着文理事工会当来继续来认识你。愿主你会当继续来引带这个事工，互这个事工会当继续传扬你的国度，互真百姓会当借着这来得到力量。愿主你继续来帮助，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咧牧师开始分享今仔日的经文进程，牧师想要问大家，卡使伫咧经文内底所讲的，当我胜你的正面的喙皮时，你爱将你倒边的喙皮，互我拍，并且袂当来行手，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也是讲，当我爱你的内衫的时阵，你也爱将你的外衫，互我，那安尼你愿意吗？我相信大家拢无愿意吼，但是为虾米无愿意？唔知影大家真做是基督徒偌济年啊？是毋是捌互朋友来讲到这段经文，还是讲你伫咧网络顶悬，还是影片顶悬，会当看到类似的经文吼？无使用一个短短的影片，伊是香港的影片吼，唔知影大家有看过无？哎，他是不是在说老外的脏话？哈利路亚！这位弟兄，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请耶稣得永生。主祝福你，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你承认，耶稣他都会原谅你。亮你的头！请你也打我的右边。耶稣说，如果敌人打你的左边，你要把右边给他打。打完了右边，耶稣他还说了些什么？让我去查一查。没有了，好家在没有了，好家在，他怎么今天看起来哈哈的？好，这是短短的影片，嘛是真趣味的影片吼，这是香港的影片。但是伫咧遮，咱会当来思想，唔知影大家有真正有朋友问过你安尼的问题无？以前牧师有一个朋友就安尼讲，伊就讲哦，做基督徒真正有够可怜的。当有人拍你正面的喙皮的时阵，你倒边爱互人拍；当有人爱你的内衫的时阵，你的外衫也爱互伊。那安尼以后我拍你的正面的喙皮的时阵，你爱记你倒面的喙皮嘛爱互我拍。这是圣经讲的。讲你真做是基督徒，你无爱安尼来遵守嘛？唔知影现在牧师问你这个问题的时阵，你会安怎来回答呢？迄时阵的我就想讲，对吼，假做是基督徒，圣经是咱爱遵守的话，但是听到的时阵，你就感觉就怪怪，互人拍已经受伤，已经挡袂牢啊，无行手着。足好诶，搁爱将另外一边，搁互伊拍，互伊
内衫着袂歹啊，搁爱互伊换衫，哪有迄种代志啊？那安尼着有真大的亏损吼，所以感觉着做基督徒有可能一定爱遐尔啊衰嘛。所以今仔日牧师爱用这段经文来甲大家来参加来分享，为虾米耶稣伫咧迄个时阵爱甲大家来讲这段经文这个话。所以当你掀开圣经的时阵，伫咧圣经的经文的头前有一个小小的标题吼，因为现在圣经内底拢有分类，都会帮你做一个那个摘要式的一个大纲。伫咧圣经内底，你看到圣经这段经文的头前，伊是讲论保护吼。论保护，伫咧38节所在，伊有讲着讲，你捌听过有人讲，因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无？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当你用这段话伫咧圣经内底去找的时阵，你会找到三大的经文内底有讲到用喙齿陪喙齿。用目睭陪目睭，咱做伙来读，咱做伙来看吼。第一，伫咧出来记记22章23节到25节的所在，咱做伙来读。咱那三拍伤害有负灵人，直到伊看落地，后来无别项的害，迄个人就发昏，照负灵人的丈夫所定的，伫官府的面头前互伊。若有别项的伤害，就用命赔命，目睭赔目睭，喙齿赔喙齿，手赔手，脚赔脚，小赔小，伤赔伤，拍赔拍。第二个伫咧利未记24章19节到20节，咱做伙来读。咱人互伊的厝边受损伤，伊。安尼款待伊，用伤赔伤，用目睭赔目睭，用喙齿赔喙齿。伊损伤人怎样，也着安尼办伊。第三段经文伫咧《申命记》19章18节到21节吼，咱做伙来读。最干净的人，果然是假干净，用假干净要害伊的兄弟，恁着用款待伊。亲像伊想要款待伊的兄弟，安尼对恁中间除去遐个歹，其余的人听见拢就伫恁中间无搁行迄个歹。你的目睭毋通可怜伊，着用命赔命，目睭赔目睭，喙齿赔喙齿，手赔手，骹赔骹。所以伫咧这三大经文内底，咱会当看到有三个状况，伫咧出来记记利未记甲申命记内底有记载。第一个状况是啥物？你互有生的人受伤，就安尼行。第二个呢，互你的厝边受伤的人。第三个呢，对你做假的干净，伤害着人的，你嘛爱安尼来行。所以听到这用目睭赔目睭，用喙齿赔喙齿，伫咧现在的思想内底，有可能感觉到哪会遐尔恐怖？伤害到对方倒位，你着爱甲伊共款，伤害迄个所在，幸互伊。甲现在讲正无共款吼。咱有可能用赔钱、用保险的方式来和解，也是讲行法律的程序。咱袂用目睭赔目睭、喙齿赔喙齿的方式来处理。但是，确实伫咧迄个年代，其实一点仔拢无过分，反倒等是一个保护的规例。为虾米咱讲呢？咱来看一段经文吼，伫咧撒母耳上卷25章的所在，这是一个代笔甲一个拿伯的故事。伊讲拿伯是一个大好野人，有一天代笔伫咧旷野内底听见拿伯伫加羊毛，
代笔就吩咐少年人讲，恁着去见拿伯，因我的名，互伊请安，就甲遐个好命人讲，愿你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拢平安。当我听见讲有人伫你遐甲你减羊毛的时阵，你会无这捌甲阮大，阮无欺负伊，无伫加密的时，拢袂捌失落啥物。你会无通问你的少年人，因要甲恁讲，所以愿阮的少年人伫你的目睭前得到稳定，因为阮来是好日子。求你照你的手，凊彩摕淡薄仔，互你的奴仆甲你的囝代笔。拿伯应代笔的奴仆讲，代笔是一水，耶稣的囝是一水。紧咧，坐奴仆被伊的主人，我的饼，我的水，甲为着捡羊毛的人，我所抬真心的肉，要互捡羊毛的人，我捡通互遐个我毋知影伊对哪路来的人嘛。代笔的少年人就活倒转原路转去，照即个话拢甲代笔讲。代笔对伊的人讲，恁逐人拢着袂倒，因就拢袂倒。代笔也袂倒，对代笔顶去哩的差不多有400人。代笔讲，伊用歹报我的好。既若属伫伊的，我若留一个查某囝到明仔日的天光，愿上帝照安尼款待代笔的对敌，也比安尼又较重。所以伫咧这故事内底，看到代笔，伊这故事是伫咧代笔伫咧倒向扫罗的对杀吼。伫咧迄个时阵，代笔找着拿伯，想要伫咧拿伯的身躯顶悬会当摕到伊所需要的物件，但是拿伯的回答是：代笔是一水，我无实在伊，我无爱互伊，所以代笔就生气啊，就叫伊的兵丁摕刀，想要来杀这个拿伯。咱对于这个故事较熟的人，拢知影拿伯有一个足有智慧的某吼。结果，这个某来解决这件代志，但是你会当看到迄个时阵的状况，假使有人安尼得识着，代笔就爱杀伊全家。所以迄个时阵有可能杀伊一个人，别人就会杀你一个家。如果假使你杀伊一个家，别人就会杀你一个族吼。无论啥物时阵，拢爱加倍还转去，加倍奉还啦。伫咧中国嘛是安尼，咱会看到亲像是诛九族，早期的诛九族，一个人的问题，结果规家族拢受害吼。所以这任何的代志，拢是加倍的。所以伫咧迄个时阵，摩西有一条规律，就是用目睭赔目睭。喙齿赔喙齿，这是一个保护伤害者有可能犯的错误所引起搁较侪的伤害。安尼才袂因为无公平来冤家。所以用目睭赔目睭，用喙齿赔喙齿，是一个保护的条例。所以继续，咱来看这段经文的时阵，讲。咱真正爱亲像耶稣所讲的共款，当有人拍你正边的喙皮时，你倒边的喙皮也爱互人拍嘛。这是咱会当来思想的，但是其实无一定是安尼，因为当耶稣互人掠去到大祭司的面头前来指问的时阵，捌有一个兵丁吼，扇耶稣一个喙皮。伫咧约翰福音有安尼讲吼，咱三个来看。伊讲这时头就问耶稣论伊的学生甲伊的教士，耶稣就应讲，然后应煞边仔伫徛伫咧车伊个吼，就扇耶稣讲：你应这时头安尼吗？
耶稣就应讲讲，我若讲毋对，通指正迄个毋对，若对，为虾米拍我？所以耶稣的回答是安尼，为虾米拍我？所以迄个时阵，耶稣无将另外一个喙血互伊讲，来，搁剩我一个，无吼。所以伫咧迄个时阵的状态，毋是因为伊欠拍，耶稣才会讲即款话吼。所以这是有一个状况伫咧内底。那安尼为虾米呢？咱就要来知影，迄个时阵罗马帝国、罗马人的，就是一个文化，甲以色列人的文化吼。首先，咱爱知影的是正手，一般人的正手，代表的是一种尊贵，代表的是一种威严吼。所以圣经内底嘛，真侪用正手、用大柄来解说，亲像是伫咧创世纪内底记载的，约瑟甲伊的老爸讲：“我的爸啊，毋是安尼，即个是大囝，就你用正手划伊的头壳。”所以用正手，所以代表正手是一个祝福。第二个，伫咧出埃及记嘛有讲到，伊讲耶和华你的正手展出大权力，得到荣光；耶和华你的下手拍喙对敌。所以正手嘛有一个大权力。后来马可福音内底嘛有记载，耶稣甲因讲煞，就得到接力就天。坐伫上帝的大饼，大饼用华语翻就是右边嘛，全能者上帝的右边。所以你们咱会发现到正饼，华语所讲的右边，在圣经里面也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你有这个概念的时阵，才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的时阵。你就会当想象，假使用正手扇对方的喙血，应该会扇到倒一边？迄边是倒边还是正边？倒边吼。正常来讲，正手是扇到对方的倒边，但是假使你爱用正手扇到对方的正边，要安怎扇？安尼还是安尼吼？好，大家拢足够的吼。好，所以你会知影的时阵，就会知影讲耶稣所讲的话到底是啥物。迄时阵所讲的正手应该是拍着倒边，正手拍着倒边代表的是正常的驾驶甲管教。但是假使你用正手拍着对方的正边，是一种看轻藐视别人。就是一种藐视的态度，所以耶稣所讲的是，假使你用正手拍着我的正边，是毋对的，应该要用正手拍着我的倒边。所以这有一种意义，这种的意义就是当人用看轻藐视的心态拍你正边的面的时阵，你提出倒边的面，代表的是我有毋对的所在，你会当用正常的方式来管教我。所以是毋是对方莫用无正当的方式来管教我，莫用这种带着看轻、带着藐视的方式来管教我。所以这是第一个咱所看到的耶稣讲的比喻。当有人拍你的正面的时阵，喙皮的时阵，伊倒边的喙皮。嘛爱互伊拍。第二个，耶稣讲，当有人爱你的内衫的时阵，你的外衫也着爱互伊。你这嘛是爱对以色列的状况背景来看。迄时阵外衫其实是一种互人会当来，伫咧暗时的时阵会当来当做是媒照皮，并且是迄时阵对经济较无好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咱来看两段经文，咱会当做伙来读。第一段经文伫咧出埃及记22章25节到27节的所在吼。伊安尼来讲，咱三甲来读。我的百姓中有送香的人，甲伊徛起，你若借伊一份，你通亲像祭主款待伊，
也毋通摕伊的利息。你若摕厝边的来做顿顿，日落的时阵就爱还伊。伊只有即粒人甲，是伊早身躯的衫，若无伊要怎样困？伊求我袂听，因为我是慈悲的。第二段经文伫咧《申命记》24章，咱做伙来读。你无论用啥物借厝边，毋通离伊的家摕准当，你着徛伫外面，听候互你借的人的摕准当出来互你。迄个人若是送香，你毋通留伊的准当过暝。日落的时，的确用迄个准当行伊，互伊用伊的衫盖咧困，伊着甲你祝福。伫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头前，会顺利做。所以伫咧遮，咱会当来看到，迄个时阵换衫有偌尔啊重要。这个重要是对送香的人来讲，因为伊无棉少配，伊的换衫就爱当做是棉少配，伫咧暗时的时阵教。而且是迄个时阵，以色列迄边的状况吼，就是透早是足热，但是暗时是足寒的，伊的日夜温差是真大的吼。所以咧，圣经内底才会安尼来记载，互大家莫互送养的人，因为无准当来无法度来困眠。所以伫咧遮，第一个咱爱有一种换衫的重要性。过来，第二个咧，就是当有人摕你的内衫的时阵，你爱知影的是内衫是啥物？无论是现在还是对以前来讲，内衫一定是人上内面的一领衫，无论对男性还是对女性来讲吼。所以迄个时阵的穿着方式是一领内衫甲一领外衫。假使圣经内底所讲的，当内衫有人摕你的内衫，你的外衫嘛爱互伊的时阵，代表这个状况，这个人是怎样？烫光光吼，咱所讲的拢无衫吼。所以迄个时阵真特别的是，迄个时阵的状态是，我看到你烫光光，是我爱感觉到更小，毋是你爱感觉到更小。所以是我看到你脱光，是我要觉得羞耻。对，迄个时阵的文化背景是安尼哦。所以当耶稣讲这代志的时阵，当有人摕我的内衫，我的外衫嘛爱互伊，代表的是伊伫咧提醒对方，就是莫做了遐尔啊超过，连内衫拢爱，连内衫都爱。所以咱会当来安尼来看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为虾米耶稣爱安尼讲。过来第三个比如，耶稣讲的就是，假使有人强逼你爱伊的行李行一里路，你就对伊行第二里路。迄个是为虾米呢？以前牧师有听到另外一个牧师伫咧分享的时阵，伊讲伊伫咧澳洲伫咧旅游的时阵，有看过一个壁，顶悬有写数字吼，所以伊就去问伊，结果迄当地人就甲伊讲，这是里程数哦，就甲咱台湾共款吼，就是外口有一个里程数的牌仔，互你知影是伫咧对。所以这个状况伫咧迄个时阵的罗马帝国就有啊。代表的是，迄个时阵罗马帝国非常的强吼，伊横跨欧亚非三洲，所以是一个足强的帝国。所以伫咧迄个时阵，伊的兵丁是足强的。有人统计到，就是罗马的兵丁，伊的装备啊，伊的装备甲伊的武器加起来，有可能啊50公斤到60公斤左右。所以你会当想象。50-60公斤的穿着伫咧你的身躯顶，你搁爱打仗吼，是偌尔无简单。迄个时阵的罗马兵丁是偌尔勇的，所以伫咧迄个时阵，罗马帝国有一个
规个吼，伊是安尼讲，就是讲罗马兵丁会当有权来反腐二等公民吼，就是毋是罗马人的公民吼，来强迫伊来按伊的行李来行一里路。所以迄时阵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政策。所以咱会当来看到这政策内底有经文嘛有安尼来记载。伫个马太福音，咱拢足熟的一段经文吼。伊讲出来时拄着一个古年来的人，名叫西门，强迫伊三角去，就互伊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迄个时阵，古利奈人嘛是二等公民吼。所以咱会当来知影，罗马兵丁是会当来反腐伊来耶稣的十字架。那我们在受难记在苦路的时候，特别也有读到这一段。所以咱有这种的背景的时阵，咱会当来看耶稣的这三个比喻，前两个有可能有一种倒扣的感觉，就是反讽的意思吼。因为当有人拍你的假面的嘴皮的时阵，你倒边互人拍；当有人摕你的内衫，你的外衫嘛会互伊，就是伫咧暗示对方莫做了伤超过。但是到第三个比喻当中，耶稣所讲的是无共款。伊是讲有人强迫你行一里路，行了一里，你会当放下伊的行李，就行出去。但是耶稣讲毋是安尼。是爱继续行第二里路。这第二里路是超越原本所规定的，所以这第二里路代表的是一种疼，甲一种关心，是体谅这的罗马的军人的辛苦，以保护这城市的安全。所以你愿意继续为着这个人，佮爱伊的行李。继续行迄第二里路，所以耶稣的重点到第二里路的时阵，伊提醒咱爱学习安尼行出去第二里路。嘛有可能你行第二里路的时阵，罗马的军人嘛会对你有特别的感受，因为伊对你的行为内底看到无共款。就亲像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同款，咱伫咧关心，咱伫咧陪伴遮个需要的人的时阵，伊会使对你的行为内底来看到基督徒的疼慕。所以耶稣叫咱爱安尼来做。那安尼咱爱怎样来学习这第二里路呢？伫咧现在文化内底，无可能利用。无可能有人拍你的正面的嘴皮的时阵，你倒面互人拍；无可能有人叫你摕你的内衫、你的外衫嘛互人，因为无共款的文化内底，别人无法度体会到这个意思。所以伫咧路加福音嘛有记载着这段经文的时阵，伊就记载较中性吼，因为路加福音是写互外邦人的，所以伊就去除这个。有文化的背景的内容，所以你会当看到路加福音的记载有淡薄仔无共。以前有一个足有名的美国的一个牧师，嘛是一个灵权的学者，伊叫马丁路德金。我相信大家有可能拢知影这个人，这个人做了真济代志，伊为着乌灵。这个伫咧美国的所在无公平的处境内底，伊一定就是伊常常伫咧提起，伫咧想要将这无平等豆豆来调整，甚至伊会甲乌灵来讲，恁是特别的人，恁毋是伫咧白人美国内底是次等公民吼，不断的强调人权的平等。虽然这个魔术最后是互人谋杀死掉的，但是最后对社会影响是真大的。迄时阵有
美国人安尼来甲伊讲，恁遮的黑人啊，无资格伫咧美国的所在啦，你无法度来掌权啊。但是伫咧后来历史当中，咱嘛知影有黑人的总统吼，奥巴马吼，虽然历史的无共款，但是迄个时阵，真侪人来祈求这个牧师，但是这个牧师就笑笑的回应讲：你会当笑我瘦，但是我会认真去工作来赚钱。你会当笑我戆，我会认真读册，充实家己，甲恁共款伫咧社会来拍拼来工作。但是你袂当笑我黑，因为上帝将我创造是黑人。当有人藐视你、祈求你的时阵，亲像这位牧师，互人祈求的时，你爱怎样将你的价值观放伫咧上帝的身躯顶？乌毋是错误，乌的皮肤是上帝互因上特别上好的色。就亲像是早前的宣教师，咱拢知影，马街南部的马雅国、巴克利。然后马国、南台北、甲维林、李修，这个信仰的前辈，咱伊伫咧宣教的时阵，拄着真济困难，甚至是互人祈求、互人破，就丢粪变好。咱毋知影，卡出你伫咧外口伫咧宣教的时阵，别人看你就无好的，就泼粪变好你，你会安怎想？在巴哥里也是这样，但是他的回应说：怎么让这么好的肥料泼在了我的身上？很有智慧的转折。他说是咱会安尼来回应嘛？还是咱搁较生气？为什么爱互人泼？所以伫咧当时的宣教的背景，这个信仰的前辈，因拄着偌尔济困难祈求，因拢将因的价值观放伫咧上帝顶面，无伊就转去有足好的教育、足好的工作，会当继续来做。所以回头过来看的时阵，即个经文怎样来甲咱讲呢？第一个就是，当有人说你的喙皮的时阵，你将另外一面互伊拍，代表的是你心内无扣分啦，无怨恨，才会有可能将你另外一边互别人拍。这毋是恁内会当做会到的，必须要有上帝的性命才会做会到。外衫嘛是共款，当你将你的内衫外衫互别人的时阵，代表的是你无计较，你无计较。最后，若是你无将价值观放伫上帝的身躯顶，无学习属伫上帝的性命，我想咱无法度做会到的，就是行这第二里路。那安尼第二里路要安怎来做？有一句圣经的话是安尼讲，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竟然行依伫我的兄弟姊妹世的一个，就是行依伫我。上帝无叫你爱做足济，敢若足大的事。上帝是讲，你有关心到你身躯边的人无？这个人有可能伫咧社会顶关系，社会阶层很低的，但是你有帮助伊无？你有用你的听来听伊无？所以耶稣才会讲出这句话：你会当为着你所讨厌的人欺负你的人的祈祷，你嘛会当为着这个你看到需要关心的人来祈祷。愿主来亲自来帮助阮，互阮有一个搁听搁较济的心来关心身躯边的人。咱三甲阿头的祈祷。主啊，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呢，互阮会当来知影，假使无将价值观放伫咧你的身躯顶，阮会继续行落伫这个保护的心情当中，
也求主你会当引带阮来行出你所讲的第二里路，来学习怎样用善良的心、疼的心来化解别人对我的歹，用疼甲关心来关心咱，关心阮身躯边每一个人，互阮豆豆仔来做，来有怜悯的心。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41首，圣诗541首，正疼将疼传出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听到，当心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到伊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的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光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永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陈文兰执事、李恩清执事修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老者一摆来唔知奉献意义的人，他唔免奉献。
们在天上的父上帝，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聚在这边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今天从牧师的讲道中知道了，当有恶人或是有别人要来欺负你、要来抢夺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容忍，我们必须要退让。当人家要我们的内衣的时候，我们连外衫都要给他。你教导了我们不要去计较，你教导了我们不要只顾念自己的所有、自己的尊严。而这些教导我们领略在心，那更何况是我们在世上劳碌所得的金钱，这一切全部原本都是你的，我们只是暂时的管理者。主啊，我们今天在此献上微薄的一些，供你所用，期盼你能来到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些奉献能够得你的悦纳，并且能够有智慧的被运用。孩子在此祷告，奉得胜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咱即时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马太福音第5章41节，咱连续来读2摆。占领军的军人，若强迫你行1里路，就甲伊行2里。搁一摆，占领军的军人，若强迫你行1里路，就甲伊行2里。马太福音第5章41节。来，迎新报告。今仔日有第1摆来伫咱中间的朋友吗？无，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项本主任是文字传达奉献主任，感谢阿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前来请安报告甲证道。我只是代表教会阿牧师的请安报告感谢。请兄弟继续为文字传达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本会林牧师受派前往大溪教会，礼拜后要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备摆心。第2点，后主日是圣乐纪念主日，邀请郑明堂老师前来福音诗歌分享会。后礼拜是礼拜学堂，请兄弟注意，礼拜后有爱餐，请兄弟留步。第3点，7月27到30要举行青少年团契退休会，请同工备办心，也请关心甲代祷。第4点，7月31到8月初5，主日学要举办暑假烹饪品格塑造营，欢迎小朋友报名。第5点，8月27，主日学有举办亲子海洋活动。报名相关的消息，请看公布栏。第6点，2023年度携手爱无限2.0关怀事工，请兄弟为弱势家庭1户500块来奉献。本会关怀户数是100户，请有感动的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具体消息，第1点，7月17。伫汐止教会七千中会举行第72届第3摆的会议，林牧师甲代议长老冯灵慧、张淑芬长老代表本会参加。第2点到第7点，请兄弟过目，若有意愿要参加的，请家己看公报栏。代祷事项。请看本会每周的代祷函，并且付出祷告的代价。顶周的聚会出席报告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请后礼拜有服侍同工第一，准备心来服侍。会计报告，请咱家己过目。若有错误的，请向财务同工更正。以上报告。这是咱同心来祈祷。
亲爱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耶花以乐的主。伫主的手中有陪伴，我们学了你的名。感谢主，赏赐阮有基督的权柄，成做大道的勇士。我们为国际战争求主掌权，捆绑人心的骄傲甲自高，赐了你的平安。早日结束战争，互心灵破碎的人得到重建，失落甲受伤的人得到盼望甲安慰。我嘛要为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来祈祷，气候的变迁哪来哪炎热，最近有人因为安尼来死亡。求主怜悯，求主医治这块土地，也赦免阮对土地的破坏。求主恢复你创造的美好。我嘛要继续为教会建堂的异象来祈祷，求主将你的心意显明，互阮有合一的心，圣神引带光照阮来做建堂的事工。为暑假主日学的烹饪品格营来祈祷，青少年团契第一摆新的挑战，侪人参与互赛甲操练，求主加添气力甲智慧。伫因准备的过程当中，来经验主奇妙的掌权甲心意。祝福来参加的小朋友，福音的种子伫因的心内发芽不已。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你受的刑罚，阮得到平安；因为你受的逼迫，阮得到医好。从教会中身体欠安的兄弟，交托伫主的手中。特别为家珍节、黄珠节、美玉节、仁节弟兄，求主医治头棒，互因得到医治，恢复完全。我嘛要为心内软弱甲生活困苦的兄弟祈祷，你是恩典满满的主，求主帮赞，成做因坚固的石盘。也为教会年老的兄弟姊妹，求主时刻保护因。赏赐平安甲喜乐的心，互因。主啊，求你压落听众人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唱上咏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咱起立来吟。最后，请洪牧师来祝祷。会当帮助阮，会当有听人的心、灵敏人的心，来听厝边亲像家己，互阮会当来传福音，将你的福音传到地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引带，
对阮敬兄弟姊妹三甲一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保证。阿门。阿门。请坐。